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台南7股一间全球前三大配线器材工厂透早断火，将清平工厂弄烧起来，加载是无人受伤。气象署将对屏东高雄台东发布超级大水豪特报，台东雾台乡的大武川交通中断将8个村民调至山区。明仔载是大学分科测验的头一日，苗栗一间私立高中甲文组佮理组学生的考试科目报唔到，有23个考生受害。来看台南7股一间全球前三大配线器材工厂透早断火，消防到现场的时候，规间工厂拢烧起来了，加载是无人受伤。伫今仔透早的3点27分咯，消防局接到报案，全球前三大配线制造商凯斯氏伫7股的第5厂火灾，火是烧甲真猛哦，规间工厂拢着火。第5厂主要是生产塑胶配线，工厂是有上千平。消防局嘛派出25台车，49人去拍火。南科佮南门消防分局嘛派机器人佮无人机协助，加载有工厂内底无囤化学品，嘛无人着伤，火已经受到控制哦。目前哦，因为当地是透西南风，环保局是提醒7股嘉里区的民众，厝内的窗仔尽量关好严，嘛尽量就唔通出门。再来看桃园车头附近一间餐厅遭加速爆炸，是请真侪烟哦，物件炸甲四界拢是真恐怖。有一个工人规身躯45%烧烫伤，爆炸的原因搁在调查。人生先离开。桃园车站上款大东路顶礼拜3暗时传出爆炸声，发生起爆的是这间永盛糖品店，现场有真大白烟冲出店外，店内物件拢飞甲四散，过路的人拢踹一个。那时候已经打烊了，是里面在施工还干嘛？不晓得，就只听到砰的一声很大声，里面就是气爆，整个玻璃橱窗的玻璃都弹飞出来。起爆现场，一个21岁姓简的工人，规身躯45%的烧烫伤，双脚拢焦火，不过也知人紧急送医救治。警方嘛封锁周边的道路，佮疏散民众。火伫消防人员到位3分钟后，就得到控制。11点06分就完全拍花，厝内的火星伫11点14分处理完，初步估计现场损失5000块。同仁立即赶赴现场，封锁周边道路，并通报消防人员进行救灾。将伤者协助送医。救灾人员到达现场，随即部署水线进行抢救。那火势在11点6分熄灭。初步了解，这间餐厅是趁休困了后装修内部，好情形是装潢工人时间无细致，引爆细管加速造成起爆。详细导火原因也由台火调人员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大学分科测验哦，明仔载考头一日，传出讲苗栗有一间私立高中，甲文组学生要考的历史科哦，报做考生物；理组学生哦，报做考历史，有23个考生受害。学校早起嘛公开会室咧，望讲大考中心哦，看敢有法度来做调整。也毋过教育部佮大考中心是拢强调讲，为着公平哦，一切会依照规定来办理。大学分科测验就要开始，这关系考生升学。不过，苗栗一间私立高中所发生学校集体报唔到学生分科测验，这互家长是真着急。那其实这是大人的疏失，不应该是由小孩子来承担这件事情。这错误，互要考历史科的文组生爱考生物，要考生物的理组生全部爱考历史。分科测验就要开始，学生读3年册，考前3日才被告知报考唔到科目。他们原本准备很久，结果发现没办法考他们擅长的那一科，每个人都睡不着。有些人就是读一整个学期，就是为了考那一科。学生烦恼权益受影响，只好去考试。学校也说明表示，行政人员伫6月5到17为学生集体报名，不过23个考生发生错误。这个月7才有考生发现向学校反映，学校回应行政人员是因为沿用去年旧的计数，才地书发生这个错误。是把去年的资料先叫出来整理好，然后贴到新表单去，所以没有发现新表单的科目顺序跟旧表单的科目顺序是不一样的。
学校表示，作业素质完全是学校的责任，也愿意接受相关的处罚，甲负责到底。也希望大区中心应有调整的机会。教育部表示，7月确实接到学校汇报，不过进前有几个时间点因确诊，所以无接到反应，所以无法度解。所以其中有好几个确认的这个检查点哈，所以这个地方发生这样的疏失哈，我想教部这边也是觉得很可惜啊哈，但是事实上这个确认点都是要避免这样子疏失的这个发生。大区中心也发新闻稿表示，学生的做汇表、名册、试卷等拢已经准备好啊，也陆续送到每一个考区。这时阵做任何变动，拢影响公平性，所以考虑考试公平性无法度改变。教育部后续也会向学校了解状况，必要时阵会追究责任。记者综合报道。虽然风台已经离开了，也毋过受到低压带甲西南风的影响，今仔台湾各地天气嘛是个真无稳定，尤其是中南部地区雨会落甲真大。气象署嘛个针对屏东、高雄、阁有台东3个县市发布超级大水雨的特报，雨会一直落甲明仔载尤其要特别注意短时间内落大雨，山区就要设立防山、土石流、溪水涨起来。这2天嘛，因为大楼沿海地势较低的所在，有可能会淹水，民众爱注意。风台过了后，各地天气又是无稳定。气象署指出，拜时受到低压带影响，加上透西南风，亲像中南部甲东南部较有上大雨，也是比大水雨搁较大的雨水量。其中屏东、台东也有高雄山区雨水是特别高。气象署表示，各地头伫咧拜4暗8点以后，雨水较会转好。不过拜5早起共款透西南风，中南部也是真够上雨。那整体来说，就是未来其实在中南部，在24小时内，其实降雨上还是会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热区。那最后就是提醒大家，在今天的一个各地天气还是相对的不稳定的，其中在南部跟台东，就是要慎防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强降雨发生。在中部其实也会有豪雨、大雨的一个发生几率。气象署针对中华以南到台东的县市，各有外岛、偏湖和金门，拢有发布大雨也是大水雨特报，嘛表示会随时监测各地的雨水量来调整特报的范围。另外，气象署嘛提醒讲，因为拜4、拜5这2天拄当大流，所以讲海水的水位会涨较悬，沿海也是地势较低的所在，有可能较淹水。在大潮期间，今明2天是比较大潮期间哦。满潮的时候，水位也是比较容易偏高，比较不容易有排水。比较排水的话，会有比较不良的一个情形，导致容易有些沿海局部积淹水的现象。另外，因为风太过直直在落雨，气象署提醒讲，山区的土坝因为甘雨水，有可能会有土石放落来，所以嘛建议民众避免伫咧这几日去到山区，避免发生危险。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连续落几日天的雨，屏东的山区阁继续传出灾情。屏东雾台乡的大武部落唯一的连外道路雾台2号便道，透早船长就发现讲暗坑和大水冲崩去部落对外的交通中断，有上百人受困。屏东县政府昨暝嘛宣布讲，满洲、三地门、各雾台乡等9个乡，今仔日是停班停课。我的雾大联络外道路。也是我们唯一可以下山工作的一个道路。目前我们的航船已经80%都已经分手了。几偌侪暗坑拢断去，参土石的溪水一直冲落来，路边已经围起来，提醒民众唔通阁行。这是雾台乡大武村居民唯一的对外道路。因为西南气流的影响，这2天连续落大雨，便道的路面已经愈来愈细。车闸透早一看。暗坑拢互溪水冲去，无法度通过。村长嘛赶紧用封锁线动力，请村民暂时莫落山。下午2点多左右，我们有村民就发现我们整个对外联络道路的那个便道有异样。3点的时候就开始大水就把它冲垮，所以它只要一坏掉，像我们目前在部落100到110位，可能就没有办法下山。小隔壁的雾台乡阿里部落嘛是同款。雨落袂停，土石松软，路面一半拢崩去，造成居民出入无方便。风台了后，大雨落袂停。屏东县政府车到暗时评估雨势，宣布雾台、沙田某等9个乡车闸停班停课。县府也接续撤离满洲乡分水岭的民众。今天要派那个怪手去修理啊，现在一直下雨，所以不方便行动啦。昨天已经安置好，就是把那个洗肾的人
都迁回平地疫情啊，住在亲戚的家。除了山区有灾情，另外沿海东港拄啊好撞到大流，规暝雨水，互东经理透早大成路、嘉新路口的积水有淹到骹目，民众打水买物件、骑车上班。里长表示，目前情况无严重，雨若停，积水就会豆豆啊退啊。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台南这摆的灾情嘛是真严重，今仔日阁有12个行政区停班停课，沿海地区阁有4万外户阁会停电，其中有65栋历史的台南后壁的清寮乡的天主教堂内部翻修的工程，本地特别完工了，刷去拄着风台，厝顶互风势压歹去，建筑物嘛受到损害。柴板阿鲁米拼甲规世界，这拢是互台南市强阵风扫落来。伫台南后壁有65栋历史的青寮姓氏名嘅天主堂，嘛算断去。这是由德国普利兹克建筑总调主波姆设计，本正内部修缮工程已经要收尾。这回风势实在透界惊人，甲主建筑的厝顶拢渗落来。我一看照片，我真的心情有一点不好，就是。可是后来我就觉得，反正要积极的面对吧。有专业人会说，这个是特别这个金字塔非常坚固的，因为是德国人来设计的。不知道这个 structure 这个还在。可是在外面的都完全的。青寮天主堂是波姆头件海外建筑作品，金字塔形的外观，点乡村残痕是在地热门的观光景点。目前因先赶紧进行教堂内外的防护工课，无惊继续落雨内边的积水。另外，台南有4万外户停电，打第5天，在地人有的是困车的过日，有的因为电火条甲树啊倒去，厝的出入口拢冻咧。车闸台南阁上大雨，为邻家是厝顶海去，因希望通有补棚的资源。若要煮一个饭，点电火啊，点迄个手电筒，连续车顶困4暝啊，要安怎搁动？系啊，尽量嘛是希望讲电款会当较早来买。伊若爱生一条路，互阮过嘛，哦对无？哎呀，啊，阮若无来处理，啊，拢袂过，啊，阮山边啊。阮的大门都在伫头前。拜托大家圣心大德来提供帆布给各区公所。这阵停电拢伫溪北地区顶13个沿海地区，根据统计，全市有超过600基电火跳断去。目前内地嘛已经派家人台北桃园顶上千个人工来遮斗抢救，市府嘛讲会尽全力恢复家园。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大雨落袂少，嘛造成云林古坑山区13条溪有12条已经发出土石流黄色警戒哦。烦恼讲大雨会搁一直落，高田乡公所预防性撤离大约80个乡亲，有37个人是安排住伫附近的饭店哦，嘛继续来监测警戒。溪水真掣流，往水尾直直长，搁有山区边仔的道路也正做小水墙。受到几日落雨影响，地属云林古坑山区的土石流渐细溪，13条当中有12条已经达到土石流黄色警戒，当地居民提悬警觉。大家还是都会担心啊，像我们又住在河边，刚好就是听这个河水，整夜都不用睡觉了。刮大风，然后河水要叮叮咚咚的，一直那个。古坑乡公所表示，因为真侪条古坑乡土石流渐细溪是到黄色警戒，烦恼暗时若搁落大雨会涨水，赶紧伫车到下晡设应变中心，以及来应用针对草岭、樟湖、华山、甲桂林4个钟头，计共撤离共要80人，其中37个人安搭到附近的饭店。快要接近7点。对。那就赶快东西拿一拿就撤离。因为也是会怕，对，交通也会有问题。13条浅势溪流里面有12条已经达到黄色警戒了，那有可能到半夜会公发布那个红色警戒嘛？那红色警戒一定是要强制撤离，但是到晚上是没办法撤离的。古坑乡公所表示，为着提早应用，赶伫车到暗时进前，就进行预防撤离。即卖继续监测乡内各溪流的状况，呼吁民众最近莫接近溪水。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伫台湾时间昨暗半暝又搁公布7个国家的关税，税率是对20%到30%哦。7个国家只有菲律宾是美国前50大的贸易伙伴，是扣20%的关税。川普的甲几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见面的时嘛，表示讲可能是袂对因来扣关税。川普嘛公布讲要针对巴西扣50%的关税哦，咱台湾是还袂公布。
在社群媒体公布新一波关税通知批，美国总统川普车口伫公布7个税率，其中包含菲律宾、汶莱、摩尔多瓦、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甲斯里兰卡，税率为20%到30%。其中，干那菲律宾是美国前50大贸易伙伴，去年对美国出口差不多是140亿元，其他国家出口占比是真少。Formula was a formula based on common sense, based on deficits, based on how we've been treated over the years, and based on raw numbers. And we're going to have a couple of more coming out today. Brazil, as an example, has been not good to us, not good at all. 伫会见几个非洲国家领导人的时阵，特别点名巴西。川普伫几点钟了后，佫发出就防关税批，会对巴西扣高达50%关税，这是目前为止开出相关的关税税率。因为川普进前捌表示，巴西现任总统卢拉对前总统波索纳洛进行的政变审判是一场拉夫行动，也表示一寡非洲国家可能会面临关税。Well, we treat Africa great in many different ways, including with tariffs, but parts of Africa charge us tremendous tariffs, as you know, and they're going to be dropping those tariffs. They've already informed me they're going to be dropping those tariffs. But we treat Africa far better than China or anybody else, anyplace else. 不过，这摆关税名单依然无看到台湾。到目前为止，川普已经公布14个关税，也伫关税通知批内底指出，若透过转换来避免50%的关税，会被扣更较悬的关税。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佮公布新一波8个国家的关税税率咯，巴西是封扣50%，是目前上悬。外界嘛真紧张讲，咱台湾到底会封扣几%咧？或者是预计讲应该是未超过25%，嘛认为讲咱台湾较慢公布，其实会当较乐观的。美国总统川普阁宣布第2波关税拢总8个名单，不过台湾也是无伫名单中。对于台湾一直也未开奖，有学者认为这是正面的信号，不是歹消息。如果台湾跟日韩比起来，我们没有消费品这里的障碍；如果台湾跟马来西亚比起来，对于中国发展所谓的非红供应链，我们应该是比马来西亚更值得可信，更值得成为美国的盟友。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台湾是不可能会超过25%的。上升关税名单中，菲律宾为本来的17%扭悬到20%，摩尔多瓦关税加5%，汶莱加1%，其他亲像利比亚、伊拉克，也有阿尔及利亚，也加斯里兰卡关税的税率拢是30%。不过巴西为10%一困扭悬到50%，正做目前关税上悬的国家。专家认为，台美关税谈判卡条的包含金融甲贸易地区权的存在，另外伫农业部分是谈判防守的红线。我们还有一些谈判的底线需要去守住。那另外就是说，像农业这种冲击很大的事情，可能不单单只有美猪美牛啦，比如说像粮食作物，那我们现在其实不太允许这种基改作物在台湾大规模做销售嘛。那如果说我们也弃守这一块，这个其实对我们的冲击也都会很大。贸易紧张的情势歹消透，不过市场对美国联准会可能降低利息的预期心理转强。美股四大指数收红，激励台股开红盘，盘中捌起到22,649点，起超过120点。新IPO兑换美金以29点100块开出，早盘以29点233落超过8分。记者采访报道。再来看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宣布讲要家己创党哦，即马向一向拢是小停伊的分析师，拢建议特斯拉的董事会应该去爱监督马斯克的行为。也毋过哦，马斯克嘛随普文讲爱分析师点点。亿万好野人马斯克甲美国总统川普完结了后，宣布成立美国党，结果就连长期听伊的分析师艾弗斯都伫 X 点关大文，对特斯拉董事会提出3点建议，包括监督这个执行长的政治活动。不过马斯克并无放软，随伫平台呛伊点去。I'm not going to shut up. I respect what Musk is saying in terms of him disagreeing with our call, but we have to call like it is. The board needs to step in. 马斯克顶礼拜六宣布创党，以条件支持川普台日美法案的共和党议员了后，特斯拉的股价拜一大落将近7%，市价消失680亿美金。马斯克的危机阁毋若一件，伊的社群平台 X 执行长亚克里诺找到意外宣布请辞。The foundation of X is based on free expression and freedom of speech. We can't just decide
who doesn't get to post or have their opinion because we don't like it. It's actually what we talk a lot about. 雅克里诺伫声明中表示，家己经历精彩2年，带公司度过重大转型，不过并无说明是一个原因。伊伫2023年6月为马斯克手头接 X 执行长，今年3月马斯克的 AI 公司 XAI 买 X 变子公司，不过即阵XAI 的开讲机器人 Grok 早发生反犹太争议，互人批评。分析师认为，恐惊真恶找到接任的人。I think done a very good job with X. Stabilize it potentially from an advertising perspective, but there's a lot of challenges ahead. And she was really thought to be a leader for the coming years. Her leaving is a surprise. 面对特斯拉销量降低 ，X 执行长各地平台争乱的时阵请示，马斯克恐惊爱甲重点为政界翻头关心家己的企业。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来看红海又有商船受到也门叛军青年运动的成员攻击沉船，来船员方救起来，也毋过造成至少3个人死亡，目前是搁在抢救。这嘛是红海1礼拜来第2件商船方攻击的事件。Come in, yes, come in, sir. This is Motor Vessel Eternity Sea. Hurry, abandon the ship. How do you copy? 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讲，一只挂莱比瑞亚国旗希腊英文的英型4号散货船，伫初78月通过红海时，互几啊只小艇发射的火箭推进榴弹攻击，严重损害失去所有的动力。接续初8拜2国继续攻击，伫这个过程中已经展开搜救行动。وقد أدت العملية بفضل الله إلى إغراق السفينة بشكل كامل. والعملية موثقة بالصوت والصورة. 按金主牵线者办公室所提供的画面，虽然有一部分用地壳查看，不过照判断，哪像不是按海面的船只所发射。另外，这个飞弹发射时阵，离无是当咧发射海军巡回飞弹对准这只船，随后就出现一只货轮的画面，离无写直接拍到这只货轮。美国驻也门大使馆讲，青年运动绑票真侪生存的船员，呼吁爱即时赶释放。菲律宾讲，船员内底有21个菲律宾的国民，另外有一个是着重伤失去一只骹腿的罗西亚公民。这是青年运动伫1礼拜内所拍定的第2只船。根据青年运动伫初8拜2所公布的影片显示，初6礼拜攻击挂莱比瑞亚国旗的模范海洋号，画面显示武装人员上船了后，随来发生一系列的爆炸，致死沉船。模范海洋号船顶全部22个船员，后来互一只经过商船安全救起来。按2023年11月开始，青年运动已经伫红海甲阿丁湾攻击大概70只商船，有4只互拍沉了，第5只去互霸降，上少7个人红台。因宣称相关的行动是为了伫以下冲突内底支持巴勒斯坦人，目标干那针对以色列、美国甲英国。初9拜3后面伫红海执行海军盾牌任务，表示讲当咧对英雄4号事件展开国际应用。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来看今年的汉光演习，计共有10日9暝，是史上时间上长的演习。今仔是第2天。今年嘛，头一届会伫市区来实际演练。内政部甲全联超商合作，伫北中南3间门市，要来进行疏散避难的演习，望各位当来提升全民防卫韧性。警部咧谈超市关港，赶紧甲民众疏散到地下室，大家双手摸头，乖乖配合。先生，我身体很不舒服，快不能呼吸了。中途有某几民众受到车惊，心脏熊熊无力，叫无救护车，消防人员伫电话中教员工要安怎救人。这是汉光演习第2天，和过去无同的是，过去演习拢是伫咧山坡、赛电车，这届是第1届刷到辖区来演练。战争又不是只发生在海边，对不对？那市中心大家要有这个，一定要有这个想法的。尽量宣导了，大家不要不当一回事，就是有一个观念。事情发生了，顾好自己。内政部表示，这届选择超市是为着要让民众在生活场合中就防灾意识。超市是真侪人买物资的所在，加上专联有真侪地下室，地下室就是炸弹来的时阵上安全、上好味的所在。这次我们在北中南各有3家门市来做这样的一个演练哦。那特别是在北部地区有防空地下室的这个门市的话，都还蛮适合做这方面的一个演练。我们目前都是以企业自主来参与为主哈。那政府我们在
协助的部分就是说，如果我们所有想要参与的企业想要知道这整个演练的流程怎么来安排，那以及它后续的一些教育训练应该要怎么来进行，那这都是我们可以来支援的。内政部表示，伫咧发生紧急事故的时阵，政府和业者讲好，台湾各大超市拢会配合政府提供物资、防灾等等的资源。今年汉光演习拢总10天9暝，是历史上时间上长的演习。国防部强调会继续整合官方和民间的力量，来提高全体社会防卫韧性。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离7月2日大罢免的投票，阁剩2礼拜外尔。那里隆重动员，国民党嘛做劳工后援会，要来表达基层的心声。毛医界代表来帮罢团徛台，办公民众会感觉无适任的立委罢免手术掉，互台湾会当健康。成功，大罢免，大成功。罢免团体反共护台志工联盟吹集联合台湾医界人士开记者会，支持罢免，请民众踊跃出来投票，让台湾为更加健康的民主治理。我用医学的角度来看国会，我就用癌症医院的医师来谈一下癌细胞，它就是有一种脱序的无限增殖，以及会转移到其他地方，破坏你的正常组织，引起并发症。所以对于癌症的治疗，就是越早越好。离头一摆24个国民党立委罢免投票，敢若剩2礼拜外的时间，国民党反制罢免陆续成立后援会，找到伫新北有劳工客家团体，找到伫党中央的大楼，共讲台北市劳工团体出来反罢免。同一天，台北市长周万安家己做建好，我无同意白 T 写字，陪立委徛路口拜票。因为在台北市过去没有投过罢免，所以很多支持的朋友不清楚要怎么盖，那就是盖至多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和台北市国民党5位立法委员持续的努力。7月26号，我们需要您的帮忙，我们需要大家出来投不同意票。国民党政治人物总动员，民进党立委员党团嘛分几组，吹集来投协助罢免团体，强调上大咖应该是人民公民。要被罢免了，最终的时候才来临时抱佛脚，不断透过大撒币、花大钱来救罢免。这1年多来的国会乱象，唯有大罢免才能够让国会正常。投票日特别到社群平台有几项消息咧流传，内容包括蔡英文上台了，透明的票箱改做纸票箱，毛李进用甲透明的阿克力箱啊改做无透明的纸箱，这款信息。中选会背话讲，这拢是错误的假消息，强调纸做的投票箱伫2014年就开始和传统票箱难咧用，因为秘密投票原则票箱嘛无可能是透明的。记者综合报道。金华社案今仔搁再开庭提醒前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德等人，因为台北市的前副市长裴正先请假，今仔是该勘验台北市都委会会议记录的录音哦。维建集团的主席沈庆景嘛，因为断院请假，伊嘛向法院来申请拒保停押。法警介护行出警备车，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德搁一摆被提审，台北地院继续开庭审理金华社案件。支持者电话相关70个开庭重点为质问前台北市副市长裴振兴，开出勘验包含台北市都委会775摆会议在内3场会议记录录音，因为天气临时改变，也好在被告李文忠就提告定了提早离开。本来是要传唤证人，后来改勘验这样子。开庭勘验进前，法官先讨论后修订诉讼函，决定7月24传唤裴正兴作证，维光进度检辩也放弃传唤部分证人，其中检方的放弃名单有9个标天涉事，东森集团总裁王玲玲等3人。检方表示，郭文德已经无证据，口指出有他遭标天证据1000万现金的赔偿。这几天你看那个。就是北检传来证人，看起来他们对以前那个新闻构成，他们都有些讲法。现在看起来这些科词其实比较有利的。本来这摆开庭，共款负提醒维景集团主席沈庆景，暗过伊断院请假核准，各向这边向法院申请拒保停押。检方表示尊重暗过建请交保条件，加上科技设备监控。法官已经请沈庆景的律师先提交保金额，各要求保证人是国内有资的人，应用保金所背担保做后续，审酌参考。记者综合报道。
立法院专业委员会今仔继续审查大法官同意权案，针对大法官洪提名人肖文生，那立委是拢真关心去年立法院一款刑事法修正的争议。另外，民众党有立委是问提名人，刚支持法定直播试办，嘛建议讲会当用金华城案来试办。立法院专业委员会审查司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肖文生的资格，那立委重点伫去年立法院这款刑事法修法的议题。国民党立委吴宗宪要求肖文生说明对国会调查权的看法。民进党立委罗水龙是关注对表示国会立场。它是一个辅助性，但是呢，我认为是不可或缺的权利，尤其是少数党的特殊权利，因为少数党只有透过调查权才能去对抗多数党，只涉及所谓的公务员，一般人民不适用藐视国会，就给适度的处罚是应该的。我赞成呢，适度的透过行政责任。因为民众党团当咧推动法院组织法修正，稳准重大案件公开报送，希望会当更较有效监督无适任的检察官、法官。民众党立委麦玉珍就关注肖文生敢是支持法定直播用试办的方式，比如金华城案。法庭直播跟国民法官对我们国家来讲，司法都是一个很大的新制度的这个引进嘛。策略可以，但是不能用细数的案件。国民法官在试行的时候是用以前已经确定判决的案件。例如，肖文生也讲到，若准有机会担任大法官，保障基本人权会是上重要的任务。然而，相对复杂的国家政府机关之间的关系，比如讲行政院甲立法院之间发生争议，伊认为要甲宪法甲实务运作做基础，推出适合咱国宪政运作需要的解决方案。高市新闻采访报道。再来关心天气哦，气象署继续针对台东县、高雄市、有屏东县发布超级大水豪特报，24点钟雨量可能会到500毫米哦。台东县的南回路段前2天落的大水雨，已经造成一寡路段拢水崩山路，交通中断。公路局嘛在抢修，其中南平路段按算讲下晡会当畅通。另外，安头市乡的环岛公路嘛发生水崩山，公所嘛在抢修。台东县大埔乡同日落200多毫米的雨量，山坡大量雨石被冲到南回公路顶悬，上埔村的雕像气球大雨捌淹过公路路面，双向无法度通过，经过公路局抢修，暂时恢复通行。南回公路沿线为太麻里到大金乡，未少路段都发生土石流，交通受阻。大溪路段土石流造成塞车，好加在公路局抢通一车道疏导车流。毋过，高向南再加上埔路段沿线公路顶悬积水，因过半个车顶悬，通行困难。文山南怀国立菜货车也掉跌路。根本不送，菜隔夜就会烂了。在南平路段土石流阻碍公路，公路局咧抢修，台东县长赵庆玲也去看灾。这人也没有经过，都没有经过，我们就一直清，因为你清了，它准时要下来。离岛的南市伫洪台期间，雨大水后，土石流引起公路、车闸、环岛公路各互这场大水后带来土石阻断路面，各冲击面体，惊到民众唔敢踮伫厝内。清晨下的雨比较大。然后一直到现在还在下，渔人往机场的方向是中断，是因为有土石流。公路局表示，南回公路南平路段的土石流因为一直落大雨，抢修困难，按算下晡3点会抢通恢复通车。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市的丰原，昨有一间三合院的墙崩起哦，加载是无人受伤。另外，伫南区的南平路有暗坎挂浮起来哦，有民众塞车去弄到，结果并且今仔雨下歇落，也毋过代理运动公园的地下停车场刷淹水，已经抽水抽15点钟哦，水阁还未退，驾驶是赶紧来刷车。抽水机运转声真大声，不过排水孔的水也是一直无出来。台中市连续几天落大雨，车站雨小可浪芳。不过台里运动公园地下2楼的停车场，为找到暗时传出淹水灾情，水淹半脸悬，有停车的民众收到消息，赶紧来刷车。先回去我家，
赶快迁回去。对。从昨天下午的6点到现在将近快要10点，总共快要15到16个小时了，还在抽水哦。民意代表表示，饮水已经超过15点钟，暗过市政府煞拢无法度。台中市停车管理处到场了解状况，讲爱等水抽打才当查公线的问题，后续车损拢有保险理赔。车损的部分的话，因为停车场都有那个公共意外责任险，对，所以那个理赔的部分的话，会依照保险的内容下去做理赔的。另外，丰原区民成立一个大厝起面街找到中调，因为落雨造成砖仔壁倒去，倒去的是女主人房间内壁倒，好佳在无讲到人，一家伙4个人拢无受伤，由区公所协助安置。好你家就有生命保庇，互伊上贵，无真正是危险的。先请里长协助将4位里民。他们引导到我们企业的船户乡里做安置，那请里长初步协助他去寻找租屋处。找到暗时7点外，南区南平路因为大雨造成人空挂铺出路面，66岁姓陈的查甫人驶小客车经过，无细意弄到了后边车，车头差不多全毁，而且手甲骹有切到甲弄到，腰部的部分嘛有骨折，意识清醒，送医治疗。后续事故的原因也有待调查。记者采访报道。再来看嘉义县布袋新闻有10把户的厝顶是互风台渗甲歹去，3楼的厝变做是2楼，雨水嘛拢破裂来处理。民众希望讲会当赶紧有电，也希望政府单位会当来斗3工。原本3楼的厝，互风台渗甲变2楼，厝主想要请人处理，无电阁找无工，只会当看到家己的3楼甲厝顶落伫咧巷仔口。当地里长就讲，除了有规层害去的厝以外，因遮阁有10把户的厝顶都互风吹甲歹去。受伤多咧喏，3楼变2楼，对啊，需要支援啊，看政府有法度紧甲阮处理无？甲阮支援的啦。啊，无这吼，阮即阵真正大家咧真艰苦啦。阮先生都来遮咧困，啊尾啊风，听到风足大声，伊走去到转台遐，个规个听的。社区外口拢是要拼条的家具，1楼室内涂骹抑阁澹澹。社区的民众表示，厝顶无去了后，若是拄着落雨，雨水就会顶面一直渗入来，无电嘛无法度抽水，只会当家己来耗水，真侪家具电器嘛安尼来害去。这里下雨是不是那个地啊裂开啊，下面都漏水下去啊，整个船都湿掉了。刚才要抬出去外面放。不水啊，不规暝。阮小姐啊，今仔半工吼，请假倒来，落2工水较漏掉。台电表示，找到暗时10点的时阵，布袋新闻发电所恢复供电。目前嘉义县阁有23000户停电，会赶紧来修理复电。社会局嘛讲，而且各通电公所来清查民众主体因为风台受损的状况，协助民众申请相关的救助。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彰化是阁有真侪所在做大水哦，农产果子园拢淹水。伫福兴乡有一搭时价高的果子园当着时，也毋过有一寡果子丛煞拢浸伫水里。农民是趁冷雨芳，赶紧来加减采收，买偌济算偌济。时结果的树丛全拢浸伫水底，原本应该是金骨的表面，嘛因为浸着水烂紧，所以变了了。这2日因为对流分溪发展真旺，彰化地区落乡雨，未少农产果园全拢做大水。福兴乡一搭时结果果园当着时，就惊损失扩大，农民冷雨芳，赶紧来采收。树啊，个青青，但是一般来讲东西延迟性的伤害，所以可能是1个礼拜你就会看到很多植株的陆续死亡，死亡上面的果实就没有收成的价值了，所以现在就趁现在赶快。能多收一点就多收一点啦。农民表示，原本2分半的地尚无会当收5大斤的时结果，采收期拄开始就落大水雨，也有8成的时结果拢还未收成，即阵会当挽偌济算偌济。除了果园淹水，附近规片的田嘛拢做大水。这届强降雨来得太快了，我们这边的水稻啊，有的都还来不及割。你看现在我们的水稻几乎稻穗有的已经进到水中。就是请公所动员那个村里干事，除了主动查报，就是说农民这边他们如果有灾害有灾损，自己要先拍照。官府表示，大水后的农业灾损有延迟性，呼吁农民雨若停，一定要全面巡视田园。若发现有淹水灾害，一定要先翕相记录，随后才通向中央申请灾损救助。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再来看新竹市的水资源回收中心哦，逐工拢处理28000吨的太高水，嘛已经紧绷了。第2期的扩建工程哦，进行6档外，阁还未完成。
也毋过市政府是指出讲，是为着要配合中央的再生水的计划，按算讲4天内就会当完成咯。透过过滤系统，把废水变做会当各用的清气水。新北市水资源回收中心，每天会当处理28000吨的废水，只是目前处理量已经紧绷。持有6天前开始做第2期扩建工程，到今也未完工，引起民进党议员批评讲，未来恐惊会冲击到民众环境卫生。客雅水资源回收中心的这个饱和已经超出110%了，提升这个污水处理的量能没办法跟上。等于说，我们的整个城市的污水处理的系统就是形同虚设哈。未来整个新竹市所有的这个污水处理就会没有办法容纳。那也就是说呢，换句话说，简单说就是我们整个新竹市的这个污水处理会面临到一个满载、超载的一个问题。市府回应，主要是目前第2期的工程已经编入中央的水资源再利用计划，将新竹县市3个水资源回收中心整合，设再生水设施来提供新竹科学区用水，绝对不是挑工拖工程。因应客雅水资源回收中心实际净流污水处理量已达28000吨，市府承诺国土署配合再生水计划始终如一，并已多次请求国土署加速推动客雅水资源回收中心2期扩建工程，并未懈怠。新北市工务处指出，未来第2期扩建了后，每天会当处理7万吨的废污水。按算今年中央就开始启动再生水计划，工程会伫4天内完成，来提升垃圾水再利用的效率。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花莲岛溪乡的山区有一只台湾乌熊已经真侪载逃走入去鸡寮食鸡仔，马上掠到2届，送去野原动物病院。这只乌熊经过训练林保署暂时搁再给野放。拍开门，已经关伫野湾动物病院3个外过阿里曼死啃，赶紧行向山内。伊得到自由，阿妈滚挂 GPS 暗库，好亲像也咧熟悉环境。阿里曼西肯它其实是一只很年轻的公熊，那分属呢在经过这几次专家的意见之后咨询，然后还是会建议说再让它放回野外，然后对森林的族群有一个贡献。阿里曼西肯去年10月开始塑胶鸡舍，今年3月是食400多只鸡仔，好鸡笼是真头疼。2摆比了了后，拢送到野湾动物病院暂时安置，进行虎兵这项训练。林保署强调，野放进前有甲部落居民沟通。第一个，我们会挂味精菌圈嘛，然后会给它做电子围篱，然后再靠近电子围篱，我们就会出动去驱赶了，不会让你们知道说好像我们有那个有熊来，不会哦。不管是捕捉或者是驱赶，一定做到底哈。林保署强调，这摆有伫市议场就会设办 AI 辨识武警系统甲电子会议。那阿里曼西肯我近就会发出警报，按个部落居民也是希望因知影乌熊的行踪。熊的位置最起码报给村长，差不多在哪里？不要说不要万一靠近了，很近了才给我们讲。我了解这个，但是万一他真的下山，对我们在山上工作的，真的是我们很怕呢。经过协调，林保署花莲分署会甲部落成立群组，平均3到5日就会通报村长乌熊的位置。佮承诺阿里曼西肯若佮亲鸟，会马上掠起来，袂佮野放。记者综合报道。公路局进前公布汽车查日纸使用指引，建议讲挡风玻璃透光率要爱70%以上，窗仔嘛爱40%以上哦。明年开始新领牌车就立管咯。也毋过民间团体是质疑讲，无共牌子的车玻璃透光率无共，佮搭查日纸落去检验，恐惊会产生真侪争议。使用甲假日纸用车窗仔机，好咧甲搭入去哩。这只日本车用仪器检测。出厂迄阵，头前玻璃有79%的透光率，那后壁汤比头前汤较暗，若搁搭假日纸会搁较暗。欧系车跟日系车，他们的玻璃照出来的深浅度就原本都不一样。那你说如果用80%的玻璃贴70%的隔热纸，那其实测出来是60度而已。那60度其实还是以法规要70，其实是做不了。业者讲，每一只原厂玻璃的透光率拢无同，就算未来对假日纸做统一的规范。搭起了嘛有个别的差异，行人甲路权团体攻击讲，交通部敢若针对假日纸各项的透光率的规范，拢无要求实际的透光率，嘛无要管理旧车，这是真严重的问题。
有的车需要贴，有的车不需要贴，旧车不纳管，只管新车，造成我们道路环境上面的一国两制。为什么要去做整体的透光度？因为目前以公路局他们所找的资料，只有德国再去做隔热纸的单品的检验，规范整体的透光率，才可以去保障说，你这个树脂的规范是有统一的。平路有名杏林路管促进会嘛讲，根据韩国的研究，总透光度上低的车窗，告诉您伫暗时塞车。目睭反应就敢若啉酒塞车共款，呼吁交通部爱甲错误的政策修正来，用契约标准来量测，嘛要提出具体的旧车管理时间表。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长陈英耀伫全国教育局处长会议宣布讲，要请各地教育局伫2礼拜内来盘点中式海的求具器材，未来要开放予社区的民众会当借来使用。也毋过有基层的老师是认为讲，这增加因的工课哦，嘛会增加学校的负担。3800多所，从高中职以下到所有的小学，应该每一所学校提供他一些篮球、排球、足球各式的，可以放在让社区就可以来使用。要推动开放校园，甲校园的设施提供予社区使用。教育部长陈英耀连续2年伫全国教育局处长会议做宣示，今日佫请各地方伫2礼拜清点球甲器具。消息出来，地方的教育局接到教师会反弹甲忧心。前2周才刚开过一个要行政减负的会议哈，因为确实我们的老师在学校里面的行政工作相当的多，是有谁来处理啊？台北市教育局表示讲，清点毋是问题，毋过敢会增加学校的负担。若是甲学生上课要使用来强迫，要安怎处理？对此，教育部进一步讲，毋是要叫学校保管，是类似爱心线的概念，是消磨性的用品。你可以在球上面做标示，但是这个任何的民众或是同学上课期间，他下课期间他想打球，他不用自己带一颗球啊。周末的时候呢，民众进到学校校园来之后呢，他也可以很容易去取得这些球类，这会是一个消耗性的用品，并不是一个永久保管的用品。教育部表示讲，会提供买球的经费。台北市教育局嘛讲，台北市自来都开放校园，予民众使用。另外，安全的维护变数会变少，嘛爱开袂少钱。会配合教育部规个含校讨论，希望相关的配套会当更加周全。记者综合报道。咱已经提出第3期温室气体管制目标哦，伫2030年要比2005年来减量28%。环境部今仔是开公听会，将对于减量的行动方案来了解各界意见。美国古物协会是建议台湾政府会当考虑来推动酒精汽油。款团嘛呼吁讲，面对风台的灾害，咱应该来推动分散式的电力。环保团体代表这时就来到环境部头前，先针对特别进行的第3期部门温室气体减量行动方案草案的公听会表达立场。来自这届风台赛区的南部环团代表指出，这回伫山坪的光电案地点出现灾情，清楚显示无宽屏的光电开发是灾难。有看到这些灾难的发生哈，所以我们认为政府部门环境部哈难辞其咎。政府已经提出第3期温室气体减少的目标，2030年比2005年减碳28%，加减2%，每年减偌济，要安怎做才会当到目标？大部门拢爱提出行动方案。透早举行的头一场公听会，是能源部门针对这个灾区停电几日，有环团建议应该推动分散式电力系统。风灾来，照理来讲，我们再生能源是最能够在地发电，也是刚才委员讲的分散式的电力。我们不应该都依赖所谓的大电网，哈。伫公听会，美国国务协会代表指出，台湾政府积极推动电动车，但是电动车使用火力发电，无一定是减碳上好的选择。建议台湾对国际趋势使用有加一顺的酒精汽油。建请台湾政府可以考虑说更高比例的酒精混用。那我们也咨询过车辆工会的意见，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台湾车辆在使用10%的酒精汽油是完全不会有问题的。目前最大的困难是在于车辆实用性问题。要达成2030年的目标，其中能源部门占总排放量的12%，经济部按算投入总经费7109亿的经费，60项计划来达成减量23%的责任。环境部表示，计用6大部门需要提出减量行动的方案。这届收集的意见会做回报院，核定了后会伫明年开始执行。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美国宣布讲，入境的旅客即马开始伫机场安检的时，毋免阁烫鞋啊。这是就医事件甲鞋啊炸弹案了后开始推动的规定，也毋过烫鞋啊一直互人批评讲是真无方便。入境美国经过机场安检门的时，旅客无阁需要烫鞋检查。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这项无受欢迎的措施，就为即马开始废除。有旅客讲，这对因规家伙仔来讲是一项好消息，因为等待出来行动不便的时段，烫鞋检查了后，阁穿鞋，可能需要更较侪的协助，也用较长的时间。不过国土安全部也讲，若需要进一步的检查时，旅客也可能会向要求烫鞋，而且其他规定像烫皮带、外套，各种笔电也是液体、银胶加喷雾类的用品，为随身的行李中提出的检查，一项也袂减。I'm excited about the fact that we have the big, beautiful bill that has been signed and put into law. That'll give us resources that we can continue to invest in new technologies. That gave us the opportunity to focus on exit lanes. 事实上，美国为2006年实施烫鞋检查，伫这项措施开始进前，也就是2001年发生911恐怖攻击事件的几个月了后，自称盖达组织成员的鞋炸大客，伫为巴黎飞去迈阿密的航班顶，想要引爆藏伫登山鞋内底大约10盎司、283.5公克的土制炸弹。好在在互机组人员参其他乘客制服。飞机是紧急降落，无发生危险的代志。也毋过，自从这个事件发生了后，美国的航空安检流程也愈来愈严格，包括实施面部辨识甲出示符合 Real ID 提悬身份识别标准的证明文件。免烫鞋安检措施才宣布，就受到美国航空协会的大力支持。伫这宣布进前，美国的部分机场都已经实施啊。目前的无线查核配套方案也犹原存在。公司新闻新录播编译。来看英国一间公司开发出模拟人体内部的机器，互灌出去的肝药脂等器官伫离开人体了后，可以当循环运作24点钟以上，会当来提悬器官移植的成功率。这台叫做美传体外循环系统，会使模仿药脂也是肝脏生存所需要生理环境，会有灌流提供养分也个散素。维持摄氏37度的体温，让器官我以为也存在伫体内，继续运作超过1天。成功移植的这个机会会更加悬。An organ is preserved much more appropriately when within its native environment. An organ can be test-driven on the device before a patient is ever called for a potential transplant, and that makes it possible to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number of transplants taking place. 研发出这台机器的古典大厦衍生新创 OrganOx， 是为着改善这个传统移植器官提出来了后，敢若用平12点钟，若无就会欠少氧气、歹气、冻伤、衰败，满足移植的这危险。That through use of this technology, the median waiting time for a transplant had gone from 85 days to 14. The mortality on the waiting list from 18% to 6%. And 75% of their patients could now expect to receive a liver transplant within a week. 30人的团队用15年的时间研发出来 Matra， 为真侪患者引发生命希望，也得到今年有工程界这个奥斯卡奖之称的麦克罗伯特奖的肯定。公视新闻，施会长编译。下晡8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29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28度。外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29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